觀眾朋友，今日過好冇？我阿明姑劉浩明翻書看福起來。台灣視察係的報道，一年四季又可以留了的地方。喺春天，我哋可以去賞櫻花、看油桐花；喺熱發發的夏天咯，我哋可以上避暑去泡海水。喺有些轉涼的秋天，我哋可以去內海，冇落去賞楓葉。喺可是有些轉冷的冬天的時節，我哋落去泡溫泉，冇落去看梅花。但是講到國內，他個人最講去地方係台南。其他睇連續嘅假日地方咯，台南嘅店家地方前面一定係野馬野面人群。你今日有想到嘅係睇台南係30年嘅聽小鳳，小鳳在樓上嘅現場，也同人紹介講，其實台南有乜地方唔可以唔去哦。小鳳姐，歡迎樓上嘅現場。主持人你好，你所有嘅觀眾朋友大家好。小鳳姐，第一講，你這個其實佢會唱歌誒，因為主持節目，因為教人唱歌誒，我真係冇想到你係啲離行嘅塔人誒嗬。冇啦，我真好教，嘿，因為你台南嗬，就如當道嗬，非常好料嘅地方咁樣去。咁我哋而家是講，從頭我講，我哋去旅行啊，嗬，我有一些主題啊，譬如講我哋愛翕相啦，嗬，無論講我哋專門是美食啦，佢對人嚟講，旅行係有乜嘅方法，無論講，即係有啲主題性嘅旅行。其實啦，吼，因為我這個你本身這個客家人啊，嗰時候我做台南的時節啦，吼，我一天就成去尋講，那大概有人啲客家人，有客家美食嘅傳統去尋來食咁樣嘅。其實我老大家講吼，你講吼，入鄉隨俗啊，其實我爭做台南的時節啦，吼，講實在，我食唔慣台南的東西。但是差不多大約差不多5-6年以後因為慢慢咧，你就話從那個幾道嘅小點心啊、細點心嘅呢度食咯，像幾道嘅安諾瑪米糕呢度啊，蛙粿呢度，其實原版出來你客家人嘅水版咧有啲上搶咪有啲窮樣後來就慢慢咧安尼接受。剛開始喜歡你台南嘅東西，喺冇剛開始啊，嘅甜自改哦，講實在我真係食唔落，係。其實小鳳在頭講嘅時候，我想到幾時陣係，睇我畢業喺左邊喺我替代工作嘛喺台南，我都發現到，奇怪台南人乜嘅東西都愛加糖，乜嘅東西都過甜，乜嘅東西都我加咁我講鹼雞啊，讓你食到你鹼羹，係。可是我哋其實我冇食得都蠻唔適合台南嘅東西，但是後來我都講，其實台南會加糖係可能有這個歷史嘅一點原因啦，嗬。冇錯。係，但是頭到小鳳姐頭有講，從唔知個本身我聽用嗰種關於客家嘅嗰種傳統啦，嗬，去寫意思。可是問題其實台南如果當然本身唔會講客話呀，唔知個哪地講而家傳統係咪正統？這個係講嚇，家陣講到講台南嘅東西，用我按嚟甜自改嚇。後來我將啲講，原來嚇，你坐台南嚇，你食嚟去嘅較甜嘅東西啊嚇，代表有冇卡係有錢人，係有錢人爭食嚟去嘅哦。還有講到講啲客家傳統嚇，喺講坐台南嚇，講實在喺10年前。你台南嘅客家傳統，還有差唔多，就講喺體面嘅客家傳統啊，有差唔多5-6間，佢係個連鎖嘅。唔過睇下啲你台南我做得到台南來開傳統佢做熱定熱嘅嗰位廚師佢人講中破西佢將做做嗰位就講春嚟當然客嘅錢嗰時你當到嘅台南嘅客家嘅傳統，佢就當然還會保留人自家客家嘅斯文絲綢嗰條嘅材料啊，但是為咗符合你台南人嘅個美食嗰時甜嘅就講鹹嘅唔敢聽鹹，酸嘅咩唔敢聽酸，嗰時就按你改到可能好多人佢哋食到就知道講，你又唔係當到啲嘅你客家菜，你客家人食到講，你係完全就只有米嘅。就唔係啲客家人嘅菜嘅，嗰時候我知道當大上啦，坐台南因為啲客家人就當少啊，嗰時候坐台南來開客家傳統，嗰就冇人容易哦。嗰時候都出邊嗰種，而這個呢度係符合上個而這個人哋嘅台南人嘅米，結果都做係我哋客家人嘅米嘅。但係話其實將我哋一前面嘅客家傳統，
尋到一啲台南人，其實變得過困難咧，個線索越來越少啊！能講嗰啲尋東西嘅時間，咁一般來講，你樣啊，一塊是以尋講，也搞成人可能係客家帶，無你講本身可能係客人。其實吼，我識嘅客家有客家米食啊，佢就會像你講客家炒肉。客家炒肉，韓國吼，你看佢煮啲嘅吊菜嘅，你講橋，有啲人講橋嘅，有啲人講吊菜嘅吼，佢煮嘅方式，你客家人吼煮啲嘅吊菜吼，伊天會變啲嘅七前菜。客家人炒啲嘅吊菜，伊天會變七前菜，你就會啲嚇，可能人佢客唔會加啲嘅七前菜。佢煮嘅方式，佢可能就會留葱嘅啦，留辣椒啊，佢煮葱嘅色，吼，你客家人唔會就當單純，除非一定會加七前菜。唔識到啲米絲，韓國像嗰位客家炒肉，吼，韓國嘅乜嘢啊太長，客家炒太長嘅啊，嗬，你識到當到底嘅熟味就出來，你就啲講哦，你個廚師就係講，你個調價，佢對你客家菜有研究。係做啲會安樣起來嘅。剛剛想問一下小鳳先生，你哋對食物啊，吼，去判別個以係咩客人，無論客人大家嘅特殊技能，係對哪樣事嘅開始嘅喏？其實係講吼，因為我以前去做啲嘅沙期太后做教書啊，吼，嘅沙期太后每學期都會安排一擺嘅戶外教學，和戶外教學吼，就聽到老人啲客家文化有相連結吼。我印象當中就會講，我除了會帶我哋學生嘅到途中沒有啲嘅啲客家莊，韓國人啲屏東啊、閩南啲嘅高雄地區，但是從假意啲特別啊，吼，沒有人啲客家人，咁樣我發現。就會講到啲嘅阿里山，吼，打幫啲特別沙期哦，佢哋嘅部落吼，就看到講，佢哋嘅用為如教嘅很多乜嘅，比如話講鮮草料啦，你客家人吼，做按啲嘅名嘅時節啦，吼，佢會用啲嘅行啊、料啊，吼，韓國乜嘅像樟腦料啊，主要呢就將啲講原來吼，做啲啲嘅阿里山啲特別，也有當到客家人，佢哋會二次移民嘅時節，使到啲大帶。可是其實打幫啲咧，我想到講，幾多原住民嘅一個部落嘅地方啊，可是我想到講，其實同人可能同人哋客人可能會有一些關聯，但是現場好多人講嗰種料，可能嘅料你發現講，有啲人客人會用嘅一種詞，係都因為講，譬如講我哋用鹹木啦，嗬，或者唔會用醋。唔係嘅，好容易。係嗰陣時講鹹木啲地方，可能會喺我哋有客人，嗰好多人講嘅樟腦料，佢可能喺我哋當做去焗腦時節，都參時喺度睇嘅。佢幾時就一定留下來有客人下班嚟打幫嘅添。有啲客係有嚇，啲客有當到嘅像途中沒有下去嘅客家人，佢哋就坐喺度為落地生根。啲客家人老原住民結婚，又係就講家本呢個原住民咁樣嘅，行就坐喺落地生根，就開傳統啊。佢哋嘅傳統嘅菜式，咩行係離不了啲客家嘅菜。最特別就係嗰位啊嘅豬腸啦，韓國啲嘅炒肉啦，韓國嗬佢哋咩用料一定要揾結醬，你就會啲其實原住民佢哋嘅成法啦，啲客家人嘅成法嗬，其實嘅食嘅文化就當共樣嘅。張先生啱啱一講哦，我就發現講，其實我哋以前真係冇注意到一件事情咧，因為我哋如果感覺到講，可能台灣啊鐵客，可能原住民都好多我哋客人用碗結醬啊，但是我真係冇想到講，可能每一下嗬，而可能也送一台真係客人。其實啦，你講文化嘅東西啊，本來就會隨着你個人老人交流佢就會有相同。你像你個，我從我咩頭上講，你個種糍粑有冇？你看原住民佢係咩用種球啊？你客家人咩用個太盤頭，就係種糍粑啊。其實個成法啦，就有共樣啊。中台灣你記得睇台南嘅話嗬，中我哋本身嘅客家人本地都冇一度啦嗬。但從以台南嚟講，我哋客家人大部分喺哪個地方啊？
台南的客家人啊，吼，大部分像你拍好了，搭呗，韩国台南市元旦台南市嘅冬期，吼，甚至从那个几年了，搭呗，咩喊东岛吼，做嘅客家人，因为那个婚姻的关系啦，然后做头路啦，然后读书啊，佢哋就會分配帶頭嘅搭呗。咁種嘅地地方嘅人嘛，以本地話會講客家冇？會啊，因為剛剛就講啊，窮樣吼，係呢，因為從世代人，佢可能就讀書啊，讀書將個作品啊，作品係就從台南認識嘅細妹啊，吼，就結婚啊樣嘢，係啲嘅細妹就可能佢嫁來台南啊樣嘢，其實從啲關廟韓國幾年得了搭呗吼，韓國遠康了搭呗，客家人就當多，因為婚姻嘅關係，我咩因為講從呢個我生其他好講，我將啲講原來啲客家人當多就從個嘅呢搭呗帶啊呢。真係唔知冇想到講永康有幾多行人呢吼。就當多。因為嗰時節喺咧睇台南嘅時節啦，我覺得奇怪，有好容易呢啲都市啊，但是你講永康其實我從東西。冇想到其實嗰度喺咧嗰度嘅行業，咁將人嚟講，譬如講永康嚟講啊，把網絡講頭都講啊拍好，一定話要留下來，一定以前我哋講我哋客人咧生活風俗啦，我哋嗰種食飯嘅一種特別嘅風俗。我老師傅帶下來，你像那個梅涼，吼梅蓮啲地名吼，南市啲搭邊吼，出入一群吼，佢哋係當時出去從苗栗啲搭邊吼，佢哋帶阿就曬到啲個嘅梅涼啲搭邊，喊出從個落地生根。你像啲客家人當好食啲個酸酸嘅東西，啲也會當為你講滷啲條嘅水果啲條像個梅嘅。吼，像個美玲啦，就當到大部分都係啲客家人，係韓國佢哋老祖先吼，佢哋嘅帶嘅地方，比如說發啲個香茅，韓國種都有啊，吼，佢哋會做嘅做成啲個位人講嘅用嘅精油啲度，係。冇想到睇下按到我哋呢啲好容易喺咧台南，話要按到我哋客家鄉親，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埋嗰度嗰精彩故事哦。歡迎過來福起來，上台節目我哋來賓小峰先生同你紹介講，其實台南有幾多我哋客人喺個地方。我想問一下先生，從我哋客人吼，除了去到個地方，除了幫我哋食物帶過去以後，一定要幫我哋貴重嘅種糕帶過去啊。冇唔錯吼，像從呢個台南吼，從呢個開山路，啲呢個長生宮佢個延平郡王子順頭，如只北宮吼，啲大部分啲客家人就會講北宮啊，但是佢大部分人啊，佢哋就會講北宮啊。北宮啊，個詞彙，佢就啲客家講北宮啊。我記得我差唔多22年前做個採訪嘅時節吼，就問講，因為啲大部啊其他地方就冇講土地公啊，又係其他嘅方式啦。所以佢大概講北講啊，就當好奇去問佢哋就講吼，早期啊吼，差唔多做咧民國30-40年時間啦，佢大概就像梅。吼梅花嗰隻梅吼，嘅客家人就做嘅帶，因為佢大概佢嘅地名吼，出很多太仆嘅，吼，古時候看啲客家人有啲個太仆嘛，吼，就我就做啲大概安尼上嘅，佢大概就客家人，確實咯，做嘅調查嘅時間啦，吼，佢哋證言是帶有客家人，嗰種是佢哋做賣麵啊樣嘅，係。咁見啊，嗰度像梅嘛，係咧睇嘅冇？冇咧曬走嘅，全部曬走嘅，係。不是，其實人曬走嘅，但是也會北宮留下來。係留下來。但因為係可能係神明嘅關係，嗰個附近嘅人可能係好多人，但是還是用北宮嘅名。佢哋就冇講北宮啊，係啊，嗰時候可能早期啲客家人吼，就做啲特別大樣樣嘢。
那像秀凤姐，人家喺台南已經喺度30人啦。係，你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下講，其實我哋而家喺台南啊，睇到見我哋街市真係可以啷啷啊。咁除咗街市真好咯，有乜個地方係可以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先？其實我哋台南嗬，真係當到地方好了嗬。唔像人哋啲嘅安平啦，韓國啲嘅西草啲嘅，講到西草啊嗬，嘅熱天可以草船嘅，因為嗬，你冇去草船咧，你就冇了解過當時人哋嘅先民啊。佢哋最近就會草船咧，嚟教會死的死人過來嘅草船草過來。其實像呢啲西草咧，特別佢嘅生態非常非常嘅豐富，非常嘅強。做嘛講？你去嗰邊所說呢？如果提及到我哋先民嘅時節來台灣嘅一種情形，呢種係一種用嘅一種所說嘅情形。佢喺內海啊，佢喺內海啊，閒地下認為啊，佢嘅船頭可能就合嘅，就變成一種嘅休閒觀光嘅一隻嘅景點。其實早期嘅搭嘅啊，睇佢哋當天講，就係一隻商業交流嘅一隻地方，一隻小港啊樣嘢。哦，嗰時其實唔係我哋看到嗰種太海港啦，嗬，嗰時話係嗰種細海壩一樣嘅東西，嗰時變成坐船嘅地方都提供，看得到以前我哋先民來台嘅時，其實河海灣嘅交夾嘅地方，然後還有我哋坐嗰種地方嘅河船過西，嗬，老闆看得到嗰種我哋岸邊嘅嗰種風景嘅嗰種情景，嗰時跟住佢變西草係咪變成一種生態嘅旅行啦，冇得嗰種我哋一般觀光客如果去嘅地方啊。冇錯咧，一般觀光客佢哋去講到台南來到來了啊熱天喺講喺內行嘅啲嘅旅行社，佢就會介紹講熱天可以到啲西草，去坐啲嘅西船咧，去遊啲嘅內港來了解規則嘅生態，你就看到當道嘅動物啦，呢度生態非常嘅高嘅強啊樣嘢，嘅船頭當道嘅條嘅，你看唔到嘅。韓國就常時嘅嚇，佢除非從一船頭見跳來跳去嘅，非常非常嘅正。所以冇想到呢，因為睇啲台南而家已經會發展嘅嗬，你還是有一啲按天然嘅地方嗬，按注重生態嘅地方，有可能到條嘅，可能到嘅。其實真係唔係冇簡單嘅，睇啲按繁榮、按東西喺嘅地方話要保留。按天然嘅地方，錯。其實喺台南要當道啊唔自家做啲成做功課，自家 Google 啦，自家做功課你自然做尋到當道嘅秘密嘅景點來了。咁對我哋嘅年輕人嗬，啲年輕人其實最流行都即係炒火炒嘅，可能對台南啦，冇對台中啦、台北啦，都係台南了。咁對年輕嘅我哋嘅觀眾朋友嚟講嘅話，有乜嘅建議嘅地方？喺講人哋日本後生人人哋講嘅背包客啊當然就做得到人自家係做交通工具，比如話自家租嘅奧多麥啦，人哋講嘅 engine 啊你自家去到像人哋嘅振興街、國華街，咁目前佢嘅規劃到嘅上街呢度啊竟然就你講目想講自家喺到台南你自家慢慢嚟攞自家規則放空唔會知道我撳喺到呢個日本來了。因為佢嘅會點天下韓國當到嘅創業實體裏頭嘅裝置就當場入日本嘅味道。嗰時變成講嘅振興街、國華街，伊本身又有另外一種無同樣嘅嗰種解釋真嘅味道嘅。錯，佢嘅屋嘅當到出一啲老式嘅日本式嘅老屋嘅。嗰時一定幾嘛裝嘅幾好啦，非常嘅好，係。變成講唔驚行業去都變成講一個小京都嘅嗰種樣嘅。錯冇錯。我記得講其實台南以前有一個最有名嘅地方就藍曬圖，個地方有啲難咯。早期呢啲藍曬圖係坐呢個臨安路、海岸路、海岸路嘅搭嘅因為個地主也係某個年人就留給他拆睇，佢大家就講呢個藍曬圖按講按嚟搞嘅拆睇證言本大家就當神夢含嘅。創作者為到講每本大家什麼就曬到呢個西門路，就離下從呢個百貨公司星光三月嘅搭位，你就看得到嘅藍曬圖，佢搭離下規劃到下那講。嘅後生人無論像我翕相啦韓國結婚嘅時節啦，翕相嘅時節，韓國也係講去聊嘅時節，佢特別係當熱門嘅一隻嘅景點。其實我因為講
台南的一种风景吼，是在过混合，因为也被台南的开庄的历史过重嘛，或者对以前的我哋咧明朝时期啊、清朝啦、吼日本时代啦，都更加的国民政府，或者以那个时节的嗰种建木啦，吼，无论我哋那个介绍如游喺台南看得到，从头都讲嘅其实海岸路啦，吼，叫做振兴街国华街都更加係最新潮。能够文青必打卡之地，超，像日本人的杂志嘛，还对迄个国华街嗰邊做封面嘛。但是伊哋其實我哋話最古老嘅嗰種百貨公司喺台南係咪？錯，佢最老嘅嗰百貨公司啊，林百貨、林百貨吼，其實從咧個早期啊吼，最鬧熱嘅其實就咧中正路咧對袂？嘿，睇下坐呢個火車站吼，安尼坐公車咩做的，也係講主車嘅吼，票車嘅，坐嗰度嘅交通都非常嘅方便。嗰種林百貨法，係對日本時代都已經開到更加，還是講係一種轉變咯？佢係一種轉變吼，早期吼，因為就佢房體當然吼，啊，佢大概就變到係講我聽人會話到講，佢係一隻圍樓。吼，但是前幾年啦，吼，前幾年啦，吼，就如佢個經營團隊其中因為講吼，佢早期台南吼，係如前人將做嚟去個樓嘅屋啊，吼，佢做乜嘅冇攞佢重新來搞嘅來開裝起來，和政府呢方面啦，吼，也想到講，愛本佢嘅古樓再造啦，吼，風華再現啦，樣嘢吼，就從呢老呢個林百貨吼，重新來改裝都像早期安樣型嘅個建設呢。可是唔講嘅，以前啊早期去台南嘅時候，譬如講嘅晚些時節，然後你邊間你行去台南，以前去買安平古堡啦，吼義載金城啦，而家發現嗰度老人家去嘅地方。啊冇啦，你睇太流行去。太流行去嘅地方。但是而家發現其實伊啲孤獨吼，譬如講我哋富商，但是你看伊除了我哋原來嘅嗰種歷史建築以外，哦，其實從我哋咁樣。市場同人介紹講，如果人強嘅地方，又可以去，嚇啊！嗰種好生態嘅地方，又可以去。即係嗰種講，我而家對於台南來講啊，把我帶咧外國人來去台南嘅話，小鳳先生有建議講，嗰種外國人去台南，伊哪會比較好啊？其實人講帶外國人啊，哈，你就從呢個你 QA 市政府，從呢個 QA 市政府嘅單位南門路、中正路呢單位研發咩哈，你就做認識你台南嘅歷史，係慢慢嚟使到你呢個孔廟呢單位，哈，孔廟呢單位哈，係個孔廟順頭，其實就當正嘅西方嘅，佢非常嘅正，係個合法嘅白色嘅單位吼，如就係你嘅美術館，你下政府啊吼，台里吼，也整到非常正嘅美術館啊吼，當到嘅景點啊吼，即係本年輕人，也係外國人，也係講裝批啲嘅話吼，佢係老少咸宜，都非常適合去嘅做菜。其實好多小鳳先生有講到一個最重要嘅東西，就講其實台南市政府而家把嗰度嘅老屋啊，全部漲過嘅，嚇，唔單止係可能林百貨係我哋民間咧吼經營團隊去做嘅，但是一般就把其實即嗰度嘅日本時代留下來屋嘅漲好以後，開始做無共樣嘅一種功能，譬如講台灣文學館。係，其實佢正呢，個錯冇唔錯嚇，你就是人家講到文學館嚇，出錯嘅主編嚇，你家講到，你就想到冇，早期嚇喺當嚴肅嘅啲嘅建材橋啊嚇，佢哋下面開放變成一隻非常如語文氣息嘅嗰個美術館，係咩錯嘅單位？佢嘅不時會有當到嘅展覽錯嘅單位。嗰時其實有一班人行過去嘅時候，你發現哦，入邊咧其實真係。唔做像我哋台灣感覺到我看到嘅介紹真好嚇，因為其實咧裝嘅屋以後啊，有嗰種日本時代嘅嗰種風格，好，然後有嗰種幾休閒嘅感覺。但是從頭到小鳳姐講嚟講，其實伊冇以前嘅嗰種建材橋嗰種幾嚴肅，嚇，嗰種幾惡嘅嗰種封面，但是伊彎過係都有一種音樂啦，嚇，有乜個咖啡啦，嗰種幾悠閒嘅地方。佢像台南話，亦見人係咪講幾多轉變嚟講？
把我哋那古老的东西去改过以后，变成新的用途的呀？有非常多，你像你 QA 市政府，刚刚主持人讲到，其实改过很多文学馆的哈，和从那个QA 市政府顺头，你那警察局，佢也重新来落户改造以后，韩国后摆又就综艺过少了大呗，吼，佢咩有只景点的个位规划，韩国顺头的头摆迄个体育场，佢哋也就变成那个美术馆，非常的强，因为如那个传统的建设，如那现代的一种的个位构造，真嘅非常的就讲本个心情啊吼，会有动多的变化，系。嗰個談到小鳳先生嘅分享啊，咱發現講台南啊，你嗰度迄個孤獨，其實已經有嗰度嘅新嘅面貌嘅。休息一下哦，等下啊，同埋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到節目我哋小鳳先生同你講嗰度台南好高嘅地方，但是好高嘅地方係一定有好食嘅地方啊，最重要呢。台南好食嘅東西真嘅非常的多。聽得同人講，迄個三生人。台南有冇好食嘅地方？我老實講啊，真開始啊，呢啲東西啊，真嘅唔係我嘅菜，我真嘅唔好食呢啲。但是啊，大橋，我除非吃到講，像啲台南那個佢哋講碗粿，啲客家人講碗板，跟住留啲客家人講嘅水板嘅腔樣啊，台南嘅水板真嘅，佢嘅料啊，變到非常的多，啲客家人出去拍一話，佢哋地邊度變多牛肉，變多亂啊呢。哇！真嘅非常嘅普排檔好食，碗板好食。其實講到碗板啊，我都講我哋好老闆講碗粿啦，有一年都同人講。講你客人食啲東西吃太貴太偏嚟講樣咯，唔講係等好多人哋種嘅，買嘅東西喺地邊，唔等啲客人哋種嘅嗬，地邊嗱買下飯條啦，推塊肉啦，全部其他都拍米啦，唔等啲水板嘛強樣，買嘅地邊日都倒大，買嘅都冇啦，唔講係等啲瓦粿買嘅東西都有，我講起來，唔得個唔好意思。冇啦，啲客家人係刻苦啦嚇，韓國啊張開始嘅時間，我對嗰位買嘅鱔魚意麵講實在朋友搶嘅去食嘅時間，我沒吃到會驚，但是食一擺之後，這樣吃到講，見到嗰位炒嘅功夫哇真嘅來台南碗粿、韓國肉圓、韓國那個鱔魚意麵，其實挺好食到台南。頭都有講到鱔魚意麵但是頭來挑係啲肉圓，迄種用嘅時間係台南個有名啊，可是唔因為講台南嘅肉圓有名嘅地方，唔感覺到有口味好啲嚟當然佢嘅就講佢係真材實料嘅，佢係用那個炸米，你講炸米去做啊，和地邊度當然就變肉嘛韓國最重要佢個皮料。你個蘸醬，你講個蘸醬，像你客家人是這個位三層肉咩？你就聽出來就個結醬啊，佢個特別所在就會加個蘸料，佢就個酸頭啊呢，你真可以是食的時間會吃到當初但是你食個肉圓係冇加嘅東西，你會知道哇那個不到位冇，都同我哋咧小鳳先生已經講三個東西我哋咧碗粿我哋咧肉圓，還有我哋咧鱔魚意麵。然後其實意麵係聽我哋差唔多台南嘅地方，其實嗱真係個當然係食的一種麵體啦其實以前晚上去台南嘅時候我人人講買到棺材板其實棺材板嗰種買喺啲台南要諗看到安尼嘅東西咧。錯，嗰棺材板其實真開始我聽到啲名嘅時間咩不知，因為我按第二講嘅名其實佢出一種吐司做嘅我講實在，嗰我因為個名嘅按貼片我到底唔敢去嘗試，我有看，但是唔敢嘗試。唔過我做寫東西我係呢位切佢。有客家人客家人可以也係頭家客家人喺客家人咧我就會 TPF 去來關顧。你像台南其實從中期地方中時期嗰度入錢人當多。
吼，和你客家人吼，加到加搭俾人做新球的，买青岛，我就有认识个，因为我细细我不卡我求出去开个便店嘛，个传统的嗰種嘅便的吼，當鐵片，嗰時我到台南嘅時節，我就會尋個當鐵片的個傳統的個便店，就幫我尋到一間，其實係客家人開嘅。可是問題你對便店攞會傳出也係客家人咯，有乜個特別嘅地方，俾我發現講，有可能係客家人。其實唔係啦，佢係講吼，我學生嘅吼，佢有擺記住啷個講，因為做個大嘴鼓嘅時節，記住啷個講，佢講我屋下係開便店嘅。吼，咁我講，也不卡係樣板型做便的吼，記住啷個講，佢講我就想講，佢做講嗰個方式就讓我求嘅做便的嗰種嘅方式強樣啊，吼，結果就問到講，原來也不卡就從那一間那樣嘅，佢就看家嘅姓氏有冇吼，家嘅姓氏，佢嘅爸爸嘅姓氏就係你客家人，係兼。佢冇講夾媽媽，都本來就幫就去家庭訪問吼，張啲講，哇，原來家嘅媽媽就係你客家人，係張開始嘅時節啦吼，家嘅家幹家用來講啊吼，做唔得老朋友講佢客家人。嗰種時啊吼，其實從差唔多民國60年、70年時節啦吼，嗰種時客家人啦好容易吼。我當到人家比方，你係我冇了解嘅，我民國73年時節到台南，到差唔多82年我從學校教嘅時節，我將啲講，原來台南人對客家人，係種就講不如防備心。也係一種歷史上嘅問題啊，還是講知道嘅係老歷史嘅就當到事件吼，嘅爭你客家人啊，老好多人就都會人家啦吼，因為爭地啊、爭水源啊、政治方面咧，都會啊吼，嗰時候會有安尼不好的事情發生。其實你這個欣賞，這個講到台南時節，有人會對你哋感覺到講過唔禮貌嘅嗰種行為。其實我真開始啊吼，我冇感覺講，我自家客家人坐台南地區，我有乜嘅會教嘅老好多人吼，會有乜嘅衝突呀乜嘅吼，咁因為吼。19擺吼，就講到兩個關廟，嗰關廟啊，當然就係因為我土學生嘅去戶外教學啦，就安尼認識。但是剛開始嘅時節，佢都還唔知我係客家人，還就有擺啊，就有一家人啊，就打電話講，老師根本應該都有煮乜嘅菜啊，搶來食啦，順沙來食茶，還我就去啊，冇行去就去嘅咩，還去嘅時節就大家坐安尼飲茶打嘴鼓啊，結果講啊。就個朋友啊，我認識嘅朋友，其實認識半年啦，佢唔知我係客家人，係佢就講。老師，我甲你講吼，佢就用福佬話，老師我甲你講吼，你後蓋若娶新婦嫁查某囝，你千萬唔通甲客人啊做親家，迄客人啊心肝有夠歹，我通啊同我點點，我幾隻點點，麻煩都唔敢講，喊就坐定吼，差唔多就半點鐘鐘叫佢講我當道哦，我點點麻煩唔講，其實忽然間啦，我講好多人哦，真係當古董呢，就講當傳承那個。你講聊說法講，老師你客家人哦，你客人啊我就點頭，知道你喺當奇妙一套那個過程，就係因為安樣嘢，老幾認識到你啊，差唔多5年咧，我因為認識你啲朋友啊，我食菜啊，唔是自家種，佢會種本來食。我過年過節啦，我唔是大種嘅，佢都會大本來食，我也唔是學嘅，壓力到佢都會學嘅，吃本來食，含住竹筍，一天10號就本來食。我知道你人老人中間就會因為冇了解就會當誤會啊，因為了解之後呢，佢會因為講啊，原來客家人真正當等人笑，尤其像我安樣型咧。因為早期可能有幾多嘅衝突啦，冇講政治上面啦，冇得從同我哋小鳳先生講嘅搶水啦、搶地啦，因為佢地方亂意思啦，好容易買來，客人買來，一定會有安尼嘅衝突。但是慢慢嘅久間以後，他跟人喺講下時，你發現講。
其实那有帮个混嘛个东西冇其实人好相处如何，唔係講嘢係客人，還是好容易的一個問題。錯，係啊。總之係加來，你個來加來還是來入邊？我本人偏下來啦，係本人偏到台南。佢歡喜本人偏啊。係錯啦。咁你哋來台南30年，唔知㗎，我感覺到講其實台南有乜個轉變冇？對廿10年啦。台南轉變真多，我記得我剛開始來台南嘅時間，因為我人生地不熟啊嗬，嗰時候我唔可以留街，唔可以去到嘅，唔過淺嘅啊嗬，真係講原來台南啊嗬，佢嗰個夜市嘅當鬧熱。你係後來嘅啦嗬，因為剛開始嘅時間啊，我從來做桃園就會有夜市啊，來到台南之後就很少看到，到後輩嘅時間啦嗬，有當多嘅夜市，韓國那個百貨公司嗬，就佢後來嗬開當多嘅從外國引進來一啲百貨公司啊，韓國去年5-6年嗬，你政府啊嗬就當多嘅啲嘅。所謂嘅加工度啊，嗬，嘅老屋嘅來改建啊，和本地度嘅活化咁樣咯，真嘅改變都當多。你台南啊，嗬，當適合嗬來帶，佢嘅腳步當慢。我知道啊，嗬，行來行去，我最後嘅係喺台南，係。像你這個從頭去按到地方，好嘛？我看到無看到一種風俗嘅面前，嗬。你有冇同我哋啲觀眾朋友建議一下講？佢講今日人哋去台南啊，反而都有一種樣嘅心情，無論講樣嘅態度去台南去看下啲風俗面前。最重要嗬，喺台南啊，人情味深了。係，唔係講啊嗬，來到台南嘅時間，唔地方樣辦下，凊彩嗬，點停下，你就問你到頭家，你喺我啲上我巴上你到你就你來問嗬，我講你台南人啊嗬，非常熱情，一聽就會讓介紹講，你樣辦下，你去到那啲嘢，有乜嘅好食嘅東西，全部會讓講，唔用一種啊嗬，就講樣。就反正就愛來行咪嗬，一種嘅心情，你就慢慢嚟到認識啊，再出從也，每個路出從也追尋嗬，你很愛開在門啊嗬，你坐台南啊嗬，你就唔驚講行冇路，唔驚講我交冇朋友。而家有一句話嗬，講係一啲形容一啲旅行嘅人啊嗬，能顧自家。好，唔可以想到講，其實以旅行嘅地方嘅人咧，風俗啦係樣啊，也係面上到世界嘅旅行者。其實就從到我哋嘅小鳳先生講嘅以後，我哋日常嘅停宿，我哋去到台南，我哋攞聽到台南人嘅生活，去欣賞一啲讓我哋台南生活。我哋今日佢感謝小鳳姐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到台南嘅故事，多謝小鳳姐。什麼？你所有嘅觀眾朋友，什麼？你主持人，什麼？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聽先生來，運通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係好好運動嘅時間嚟哦。今日我教大家係冥想運動，請準備兩個手腳桿呢，冇用到嘅手腳桿呢，入滿水就可以同人做運動嘅哦。唔準備好嘅麼？請放起來同人做運動嘅哦。好，而家請同嘅兩隻腳打開來。同嘅肩條同下抬勢，好，兩隻手伸出去，你嘅手轉過來，來做一個擴胸嘅運動，好，我嘅手可以慢慢地彎起來，好，打開來同嘅胸口打開，好，手放來，手放來，你嘅反翅骨打開來哦。好，同先生同下做，我記得我同個背囊反翅骨打開來，
唔是特價，安尼慢慢嚟做。平常呢，睇看電視就嘛可以做安尼動作個，用個胸型，甲個好看吼。好，更加嚟加上安尼個腳，好，腳先合放來，底下手同腳同下打開來，好，再鼓來，啊，腳呢我來彎。係嚟鼓下來，係打開，再數鼓來，啊腳做一個鼓嘅動作。最尾是下1、2、3、4、5、6、7、8、9、10。好，來臀嘅手臂，好，fin fin啦，放鬆來，好，來臀線上臀下，臀嘅手，好，仰臀下，合放來，好，做地上面，再放下來，地上面伸出去，再放下來，好，做下動作可以幫你胸型咯，較個好看。把我胸部下垂，哈，地上面再放下來。你點解會開始？好，你數個個圓，堅持一下哦。因為你數呢，有拿保特瓶，個保特瓶的作用就像安尼啞鈴一樣，好，就可以增加你嘅肌耐力。慢慢地放下來，再來，安尼同個手一樣合放來，做畫陽鉗呢，第一個前面畫一個太陽鉗呢，慢慢地做，莫急。剛剛的數個圓呢，可以放下來先休息一下，好，那來臀線上臀下做唔怕。好，放下，更加來彎片的喲，一樣彎片，第一片畫好，來兩隻手合放來，好，彎片畫。行嘅保特瓶咯，佢仰臀下，好，慢慢地過來，好，來舒緩一下嘅手臂，好，一樣將個腦袋伸出去，你嘅手盡量放出來。慢慢地放下來，更加彎片的哦。好，放下來，好，來
更加强呢，用脚数伸出。好，加上安尼脚哦，安尼脚爱做一个挺脚的动作，好，来做左右交换。好，加上脚，用个新陈代谢再夹一下。컨텐츠莫因丑钝哦，安尼可以放起来，好来拿环保的东西，好像安尼的保特瓶都可以来做运动哦。好，慢慢的吸气，调气，休息一下，吸气，调气。好，两只手交叉，用个腰背，一样来做一个伸展。慢慢的滴，左手片弯过去，右手片弯过去，慢慢的用下来。好，来呼吸，头到脚的动作个，请记得咯，来两只手合放来。好，来做上面、下面，好，上下运动。好，来针对安尼的手背，好，臀的胸部去做加强，上下。好了，挖眼看呢。年纪较个大嘅，好停上班可以停下來休息，可以嘅話，團能堅持一下哦。好，來溫片。好，慢慢的過來中間，好，來做一個全身的動作來，慢慢的啲手面伸出，好，用下來，你下馬改啲手面看，盡量達成嘅龍骨。慢慢嚟變下來，一樣嚟做一個延展。呀，通常呢，平常好像有時間的啦，還有媽媽呢，歡迎家做些做一個腳嘅舒個人都可以做呀動作嚟舒緩哈。來彎片。好，來做一個緩和的吸氣、調氣、吸氣、調氣。今日的運動你能記得了嗎？卡路卡準備兩個冇用的桿呢，就可以做運動，又環保又簡單，好好運動，下次再來了。